趁着一阵弱风，他把这团干燥的红豆泥丢给了那只乌鸦尸体，像是喂养。干燥的红豆泥落地时瞬间扁平，向周围缓缓游沉出鱼尾、鱼头，但还没生出鳍就干了，死了。高一峰嘅乌鸦手那篇小说，迄写一只本来在公司里上班嘅天字工程师，后来佢都嘅天气甲后来创业，故所佢都改行去卖啊嘅250那种点心。那篇小说最写，佢在卖点心嘅过程中，有一日无意中看到有只乌鸦，本日嘅查嘅暂时，也乌鸦嘅尸体嘅形，本佢有啲联想，故所佢就对本来去卖嘅形状嘅250，想要来改卖也嘅乌鸦手啊。几只故事呢？到后面我看到讲就讲，到底佢係咪我繼續行呢條路，係你要想要有乜嘅變化，係你我再去本來嘅條路，佢留下一隻小說家留下一隻無法度完全彈出來嘅鏡面，本讀者自己去想象。找什麼？烏鴉莊。什麼？烏鴉莊。做什麼用的？哦，我是賣鯛魚燒的，我想要。可是我們這裡沒有烏鴉莊，有賣鯛魚燒師傅穿的衣服。我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。來我們這裡的人，沒有人想跟別人做一樣的，就算有鳥人裝，大家也都會改。不過我想你的衣服應該就是在手上、背上、身體上加一些黑色的羽毛，然後再戴一個鳥嘴頭套，應該就可以了。誰要穿的？我。你？哦。因為我想到愛買鯛魚燒。來調擺替電子公司做年飯，做鯛魚燒咩唔曉得，辦幾個好。我講藍葉盤撲，做神父哦，就係黐灼灼嘅，用細妹就會食。也就會講外皮要愛酥脆，真好闊。很懷念細妹眼神嗰種嘅溫度。懷念嗎？你唔會懷念嗎？呢篇小說佢係寫都市地圖一個所謂嘅上班族，佢嘅生活嘅變化。小說地圖呢個人叫做天字工程師，佢比無名嘅。我知道呢個老非常象徵，非常多嘅上班嘅人，在公司底外嘅，佢本人看到嘅價值就係佢嘅功能。故說佢係做得唔是有名嘅，佢係做乜嘅完成乜嘅事情，係想變到較重要。不過呢個天字工程師，佢知道佢做長久咧，想有啲改變，故說佢辭職。不過如果我看到講，佢辭職之後，好像又冇按他嘅決心去創造自家新嘅生活。雖然講佢要買一隻無人買過嘅烏鴉手，不過呢，呢個烏鴉手本身佢係要向人去添咗一張模嘅，所以呢個模嘅地方去完成呢隻烏鴉手。到後面呢，佢又講所有嘅事情同文土有關，呢個文土到底指嘅係乜嘅？佢做得簡單講，佢講根本嘅文土唔錯，故所佢就冇去買咧。就留下一隻非常大嘅想象。我們都講，做一隻工業嘅社會，人嘅天意本然也用一個工作嘅功能，天意嘅時間，你真嘅可以改變佢，你要有極大嘅動力，將做得去掌握自家心肝頭嘅那文土。呢係我知道係一篇小說，本讀者留下一隻愛自家去回答嘅問題。